仁爱乡公所针对在地咖啡农来开办一连串课程，要协助农民提升着咖啡的竞争力，拍出着品牌的知名度。仁爱乡公所开办咖啡研习课程，第一门课就是咖啡焙切，让学生来试饮咖啡，了解无同咖啡的好坏。让农民利用杯测这个技能，然后了解他自己生豆的品质状况，然后进行一些改善。那我们之后会再带一些比较专业的咖啡冲煮的知识。仁爱乡这几年开始投入种咖啡，所以特别开办咖啡培训课程，要辅导农民变做更加专业的咖啡达人。知道人家做的方式，自己可以发现不对的地方，回去再做调整。仁爱乡特有的地理环境气候，会当生产品质优良的咖啡。公所嘛希望透过培训课程，提升仁爱乡的咖啡品质和产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